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7月3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创世纪30章25节到36节，雅各书第3章第13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追求上帝的智慧，这是基督徒的目标，也是最大蒙福的事。敬拜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也是我们面对生活最大的能力。雅各就是以上帝的智慧来与他的舅舅拉班来谈判。按照圣经的记载，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从25节来看，那一节生约瑟后，雅各对拉班说：求你让我走吧，让我回故乡去，准我带走妻妾和儿女，我就离开。他们是我替你工作得来的，你知道我多么努力替你工作。拉班对他说：你听我说，我推算出来，上主是因为你的缘故才赐福我。告诉我你要多少工钱，我一定给你。雅各回答说：你知道我怎样替你工作，在我的照顾下，你的牛群羊群怎样繁殖起来。我来之前你所有的不多，现在你的财产增加那么多，上主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赐福给你的。现在我该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了。拉班说：我该怎么做来报酬你呢？雅各回答说：我不要工钱，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我可以继续看顾你的羊群。今天让我在你的羊群中把所有黑色的绵羊和斑点、条纹的山羊都拣选出来，这些就算是我的工作钱好了。这样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诚实。你来查看我所得的工钱时，是要在我的羊群中发现有没有斑点、没有条纹的山羊，或是黑色的绵羊，你就知道那是我偷来的。拉班回答：我同意你的建议，就照这样做了吧。当天他却把有条纹有斑点的公山羊和条纹有斑点以及杂在白色的母婴山羊都拣选出来，也把他所有黑色的绵羊捡出来，叫自己的儿子们看管，然后带这些羊群离开，到了跟雅各相隔3天路程的地方。雅各牧养拉班其余的羊群，他运用的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与能力。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作者这样提问：你们当中有人聪明智慧的吗？这样的问题大概大家都会说有，我有。台湾目前有某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呢，时常挂在嘴巴说他的智商有很高，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的原则是敬畏耶和华是上帝的开端。
雅各书进一步的这样说，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出他有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有智慧必须实际的活出见证来？牧师刚刚提到的某个总统的候选人所指出来的、所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没有他所宣称的智商一样高，完全的相反。雅各说，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既然你们心里有恶毒的嫉妒和自私，你们就不可以自夸，不可以撒谎敌对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爱，能结出人为什么有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会产生出来。就如同信仰，我们在生活上面需要活出见证。当我们宣称有上帝的智慧的人说，我们必须活出美好的信息，如同18节所说的，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这边的和平的人，是为了和平努力所种的产生出来。关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雅各书进一步这样说道，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有智慧必须实际的活出见证来？牧师刚刚提到的某个总统候选人所行出来的行为，跟他所宣称的智商高，其实是完全违反的。雅各又说，既然你们的心里有恶毒、嫉妒和自私，你们就不可以自夸，不可以撒谎敌对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是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第一就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着仁慈，能够结出丰盛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所产生出来的。就如同信仰，我们需要活出见证。当我们宣称有上帝智慧的人，那我们就必须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就如同18节的经文所说的，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所产生出来的。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
你看顾大地，降临与滋润，你使大地肥沃丰收。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你使大地不断生产五谷。你使耕地雨水充足，以水润泽土地。你的降雨使地松软，叫幼嫩的农作物生长。你赐福使年岁丰收，你足迹所及，百物富饶。牧场上牛羊成群，山岭间欢声载道。牛羊漫山遍野，谷物满坑满谷，万象欢呼高唱。恳求上帝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尝到主恩，求你让我们领受你的救恩神迹，透过我们所领受的来让我们周遭的人得以看见上帝，看到上帝的智慧。在主的面前谦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